伦敦一个国际知名的人权组织说，从乌克兰到中国到阿富汗，2022年世界各地的人权危机进一步恶化，但是在努力推进人权事业的行动中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领班人。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在1月12日发表了世界人权年度报告，对100个国家去年1年的人权发展做出了评估。报告说，从俄罗斯总统普京蓄意攻击乌克兰平民，到中国习近平将维吾尔人关进露天式的监狱，以及塔利班让数以百万的阿富汗人挨饿，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，毫无约束的独裁者们给人间带来了人为的折磨与磨难。但是2022年也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，为所有关心人权的国家政府保护和强化全球人权制度、抗击践踏人权的行为创造了新的途径，反映了国际社会支持追究中共政权侵犯人权责任的力量正在扩大。这份年度报告还提到了去年年底中国各地民众走上街头，抗议中共当局严酷的中共病毒防疫政策，并为人权与自由呐喊。报告说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行为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，包括美国通过了法律打击中国出口新疆强制劳动产品等一系列法案，欧盟也推出了类似法案。另外，有多国政府因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行为，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了外交抵制。中共当局无预警、无防护，突然放开中共病毒管控后，全国中共病毒感染人数剧增。近期多方消息传出，年轻患者在感染康复后留下了各种严重的后遗症。视频中的男子表示，已经花了10几万进行治疗，存款已经花光，但在多家医院做了各种检查，都无法医治。也有年轻人感染过后出现白肺和心肌炎，还有民众在康复后，女性开始长胡子，男性则是不再长胡子的案例。还有患者被反复感染了3次，症状却一次比一次严重。这中了什么猪啊？这是哪个羊的作怪？眼睛睁开了。哪位专家给我解释解释？我从阳到现在1个月了，不敢出门，一出门回来都烧，只要一顶风都烧，走路超过50米都喘，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。这后遗症这太严重了，喝口水给大家表演一下啊。如果不掐着，就水就直接就喷出来流出来了啊！这个新冠真的太可怕了。我20多天之前的时候，先感冒后阳，阳着，后来就成了浑身发肿，浑身都是肿的，脸也肿了。为什么我转阴了以后不长胡子了？是高烧把胡子烧没了吗？扛不住了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胡子都烧出来了。哪个专家来给我科普一下？好吧。为什么我阳了过后把胡子烧出来了？喉咙就像吞刀片一样，然后一直咳嗽，咳了很多黄痰，一直流鼻涕，头痛的都要裂开，感觉昏昏沉沉的，头重脚轻，从我的皮到我的骨里面都疼，里外的都疼。我感觉比我刚感染的时候还要严重很多。有中国国内医生表示，有血栓病史和血栓高危人群，目前中共病毒的好多患者血液都是高凝的，容易在康复后深静脉血栓、肺血栓和出血的风险增加，且风险持续时间较长。由于中共持续掩盖真相，疫情的真实情况外界不得而知，但显然并不像中共当局轻松地宣称，如同大号感冒一样简单。在英国政府介入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诉讼案后，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二表示，英国将继续致力对抗中国的侵犯行为，捍卫香港的自由。而英国周三正式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定的欧洲国家。英国首相府称，这是继1902年英日同盟以来，超过1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防卫协定。
中央社报道，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三在国会发言时坚称，英国有权介入香港事务，因为根据1985年生效的中英联合声明，香港公民权利可获得50年的保障。另外，苏纳克周三与到访英国的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在伦敦塔城堡会晤，并正式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，双方可在对方领土部署武装部队。安田文雄与苏纳克一致表示，两国的防卫安全合作有助于增进全球的稳定。来自全球68个国家的放风筝高手欢聚在印度，往天空里塞满了各种色彩斑斓的大风筝，也秀出了高超的放飞技巧。满天的风筝各有特色，摇头摆尾，非常好看。这是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3年以来，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第一次举办的国际风筝节，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的125位风筝高手参加。放风筝是古吉拉特邦迎接桑格拉提节的庆祝活动，意在抒发人们对太阳开始向北回归的热情和喜悦。本届风筝节从1月8日开始到14日结束。